宇宙之靈，詩篇136篇8至9節。他造太陽管白晝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造月亮和星星管黑夜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德國嘅偉大天文學家克勤，有一日佢花咗成日嘅時間去仰觀天象，測量天體嘅運行之後，佢嘅夫人喺晚餐嘅時候就為佢送上咗一碟佢最喜歡食嘅菜肴啦。佢注視住盤裡面精美嘅食物，不禁出晒神。忽然之間佢就話啦：如果呢個碟裏邊嘅古茶葉、食鹽、油、醋同埋蛋片都係由亙古之初就存在啦，飛騰喺太空之中，或者喺若干年之後，佢哋亦都會依據或然率嘅定則，偶然咁可以湊合而成為咁樣嘅一盤菜肴。佢嘅妻子就有啲憤怒咁去責備佢啦，但係總唔能夠好似我所做嘅咁啱口味啦。呢個雖然只係名科學家嘅戲言之一，但係其中就包含住一啲真理嘅。呢個龐大奧秘卻又充滿罪惡同埋混亂嘅宇宙，絕非無數盲目嘅原子偶然可以湊合組成嘅。如果其中係冇神最高嘅智慧同埋仁慈無比嘅愛心喺度經營指揮住，呢個宇宙嘅一切現象將係永遠唔可以解釋嘅。我哋只要去觀察耶和華全備嘅律法，就能夠令我哋心神甦醒。只要研究佢確定嘅法度，就算係愚鈍嘅人，亦都變成有智慧嘅。呢啲就係大衛喺詩篇19篇7節所頌讚嘅。尤其是好似耶穌咁樣全然完美嘅人格，更加唔係機械嘅機會所能夠構成。一個如果冇靈魂嘅宇宙，決唔能夠產生一位基督。如果呢一位全知全能嘅創造者上帝，同時亦都係我哋慈愛嘅父親，我哋仲懼怕啲乜嘢呢？主啊，求你賜予我哋足夠嘅信心，令到我哋可以滿懷希望咁向前行，愛神愛人，信服天父旨意，盡本分廣傳福音。求聖靈時常更新我哋嘅力量，好去完成主所交付嘅使命。阿門。